联关团体今仔日开记者会表示，讲这健保资料库无需要任何当事人同意，就会当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已经超过20年，侵害到人民隐私权的保障。何用宪法判决爱予这被研究者知情同意权含退出权？健保署也回应讲，这各自使用拢有照法令规定，目前只有提供给做学术研究，无泄露给其他单位。台湾的健保世界学路，疫情期间健保卡插一个，就通徛名、领翠暗、快胎 AI 医疗也愈来愈发达。不过，人权团体表示，台湾强制健保资料提供给学术做研究，已经超过20年，甚至串联国人看病资讯、加财税等等实名制资料，批评违反宪法知情同意的原则，也主张要有随时退出研究的权利。卫福部或是健保署固然一直宣称说，他们所执掌的这个组织法里面有相关的依据，但是这些组织法其实只是事务或权限分配的依据而已。做目的外使用的一些豁免的一些要件，完全都没有经过立法院做过任何实质的审议。其实最可怕的部分是在医院里面的病历跟我们所有的那个医疗检查的资料都在里面，一旦核线的话，那到底这一些资料的再利用要如何处理？以现在来说，就是踩在钢索上面。民间团体强调，并不是反对知识经济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认为讲16年前大法官造成释字第603号的解说，就已经清楚认知民主甲人权共同限制人民各自隐私的法治底线，呼吁大法官宣判，唔好让宪法对人民的保障都退路。提供使用进前，阮拢是应该已经甲个人的资料已经甲个人资料先提掉啊。那有关退出权的部分，阮是咧还搁咧研究啦。健保署表示，个人健保资料拢伫法令规定下，只提供学术研究，也无提供健保署以外单位来调用。针对退出权，会等大法官宣判结果出来，才看安怎演技。民间团体也表示，如果宣判合宪，因打算未来10年会搁上宪法法庭来捍卫权益。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